小欖匯豐城咧，你哋去得多啦，但係細估唔到呢個櫻花里咧，好多人都未嚟行過嘅。其實呢一個商場又唔似商場啦，我覺得係更加多似嗰種街市嘅感覺，好熱鬧。即係俾我最直觀嘅感受咧，就係十分之接地氣嘅。你睇下街道兩邊嗰啲咧，俾到我感覺係好有食慾，即係間間我都想入去行下試下嘅。而且佢最大嘅一個特別嘅地方咧係咩咧？就係佢嘅整個佈局啊！即係穿街走巷咁樣嘅感覺，有啲好似成都我哋去行過太古里嗰種 feel 嘅。佢除咗呢度有一樓啦，佢仲有二樓啦，上邊有居民樓啦，跟住呢啲入邊嘅一啲小巷子咧，佢仲會有好多一啲餐飲嘅地方。你睇，包括一啲風格啦，好靚喺度嘅啲東南亞風情嘅一個風格。咁上面係有個朋友做網球場啦，咁上次就係去佢網球場嗰邊去做開業嘅時候嚟過一次嘅。咁呢啲地方嘅設計啊嘛，二樓、三樓，好耐冇行過啲咁舒服嘅景，而且哇，你睇呢邊好多魚啊，係咪啊？佢呢度真係我覺得好別緻。咁今日咧，我哋準備去谷城嘅雲月灣嗰邊去探盤，咁順便先喺呢邊揾間嘢食一食，一陣再帶大家去睇睇。兜咗一圈啦，嘢食好多嘅，不過我見到呢度先機車吸引咗，跟住16蚊8，反正工作餐，求其試下睇下得唔得，走16蚊8一份湯麵，有2個煎蛋嘅，愛你的形狀啊，跟住豆腐泡，跟住好濃稠嘅湯底啦，然之後仲有一嚿乜嘢？呢個應該係蝦丸，係咪？然之後一份蝦片，一支飲料。16塊8，在小欖還要什麼自行車？來乾飯，乾完之後看房去。而家小欖買樓其實已經開始好明顯分層，有人想上車，有人想改善，亦都有人開始睇緊一步到位。但無論你係屬於邊一種，最後你都會發現真正重要嘅其實係生活舒適度。而谷城雲月灣呢，我覺得係算近期小欖幾有代表性嘅高端純居大宅。而且依家小欖買樓咧，唔單止係睇佢嘅戶型，更加多嘅係睇佢嘅生活配套同埋未來發展。項目基本上咧就係喺小欖核心嘅生活圈入邊，附近商場啦、公園、醫院、學校其實都幾齊全。特別對香港朋友嚟講，好重要嘅一點係附近就係陳星海醫院。呢間醫院港澳鄉親都熟，睇病攞藥、醫療聯動都好方便。再加上大信、海港城、鎮政府、小欖人民醫院，再到幼兒園、小學、中學，日常生活基本都係喺5到10分鐘車程內解決。而交通方面咧，佢本身就係喺小欖市中心位置，去邊都方便。無論係去高速口、城軌站，基本都係5到10分鐘車程就到。無論你係要返大灣區其他城市，定係週末返香港，成個交通網絡都好順暢。對於長期自住或者高淨值嘅家庭嚟講，生活便利度會高好多。而我自己覺得咧，佢最有記憶點嘅，反而係成個點樣令你住得更加舒服嘅設計。以前舊樓咧，落樓就係得返一條路，想坐低傾下偈咧，都係冇地方嘅。但係呢度唔同，佢係真真正正咧將社區嘅空間咧變返咗我哋客廳嘅延伸。好似依家嘅下層即會所庭院啦，佢嘅空間感即刻就唔同晒。咁最重點嘅係呢幾樣嘢啦，你落樓可以滿足返我哋去游水，滿足返去健身，滿足返去做下瑜伽。咁呢啲咧係可以直接喺我哋樓下就擁有嘅自然放鬆嘅環境，呢樣嘢先係每日生活最需要嘅實在配套。至於戶型方面咧，120平方2梯3戶呢個戶型咧，佢唔係在於佢面積有幾大，而係在於佢懂得合理分配翻佢整個空間。小朋友房、老人房、獨立書房基本上咧都會兼顧到，而且戶型方正，一家人生活咧都唔會影響到。最加分嘅係喺佢嘅陽台望出翻去嘅光景咧，有時候喺夜晚翻到屋企坐喺陽台吹下風，個放鬆感真係都會明顯好多。如果你本身已經住緊大單位，又想再提升翻生活品質，其實可以睇埋呢個166平方嘅大4房、大客廳、大廚房、主臥套間、獨立嘅衣帽間，包括整體嘅空間尺度都會再高翻一個層次，比較適合翻依家喺小欖本地已經開始由有得住升級到住得體面嘅家庭。所以我覺得谷城雲月灣咧唔係嗰種第一眼特別誇張嘅盤，但係佢係屬於嗰種越嚟越中意嘅類型，尤其是係適合想長期居住、重視生活品質又想一步一步升級嘅人。